一場大火燒毀宏福苑7座大廈，奪走168條人命，更徹底燒毀居民對安居樂業嘅最後希望。呢個曾經嘅民建聯嘅票倉屋苑，結果因為民建聯區議員換嚟天價維修加世紀大火。如今政府加推業權收購、清拆改建公園，居民再次被逼站上十字路口，係繼續以往聽之任之，定係打破沉默，團結維權到底？節目嘅另一個話題同近日名揚獅城嘅校長李卓興有關。佢火爆網絡之後，更多醜事被曝光。原來呢位校長為人之師竟然係無恥之徒，到底佢做咗啲咩？依家就同大家揭曉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頭條，我係榮欣。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喺新加坡大麻女保安事件持續發酵。呢位香港嘅教育家今次風頭無兩，不但將香港特色粗口文化帶到新加坡，仲成功登上當地報章頭版。佢嗰句經典嘅 You shut up 配上廣東話裝字乜咩乜乜你阿媽，瞬間讓新加坡人見識到乜嘢叫做港式師德。呢位校長本來應該係孩子們嘅道德燈塔，結果喺異國他鄉化身街頭霸王。學生還原現場時講得特別生動，本來要去食肉骨茶，行程突然被改去漁浪戰備軍協俱樂部食西餐。司機貪方便就將巴士停喺雙黃線，兩名女保安上前阻止，結果我哋嘅李校長英雄氣概上身，挺身而出，仿佛要保護全團師生免受惡勢力欺凌。學生直言冇睇到保安有任何挑釁行為，只係盡忠職守。於是，一場本來只係違停嘅小事，硬生生被演成國際級嘅校長維權大戲。更精彩嘅係，呢位校長仲不忘展示語言天賦，廣東話粗口加英語指令，雙語切換流暢自然，堪稱中英夾雜辱罵界嘅典範。試問有邊位老師能喺新加坡呢種高度文明嘅環境下，將你收聲講得如此氣勢磅礴？事件迅速成為國際笑話，連馬來西亞報紙都跟進報道。香港一向自詡國際金融中心、文明社會，結果好事不出門，醜事傳千里。一個校長嘅粗口就比多少個女太空人加起嚟仲有宣傳力。這仲未係全部。李校長喺旅遊巴上另一個教育時刻，同樣令人拍板叫絕。佢同老師玩接銀紙遊戲。呢個遊戲本來由導遊發起，用1蚊美金鬥大家眼明手快。校長自己輸咗唔服氣，豪氣地攞出港幣1000元大鈔向女教師挑戰。結果紙幣因為車子搖晃飛到學生腳邊，學生執起嚟，居然被校長開玩笑講實惠不報。最經典嘅一句則係當女教師話攞嚟呀，我得㗎嘅時候，李校長立刻面向全車發表高見。嗱，啲女人好貪心㗎。呢句話而家已經成為網上熱話。一個堂堂中學校長喺公共場合當住學生面前，用如此輕浮嘅語氣將女人貪心當笑話講，簡直係將性別刻板印象直接寫入交流團教材。儒家唔係最講上行下效咩？領袖嘅一言一行會似病毒一樣向下傳染。校長公開講女人貪心，咁學生以後係唔係可以合理懷疑女老師、女同學、未來女上司都好貪心？這就是所謂嘅為人師表。網民嘅評論更係毫不留情，又唔係司機，又幫唔到手，強出頭做乜？作為校長應以身作則，做出嘅行為往往係表現內心嘅實際。仲有網民認為李校長應該主動回新加坡接受調查同懲罰，展現真正嘅大丈夫氣概，而唔係喺香港等校董會處理。校董會嘅反應都係快，26號即時宣布停職，直至調查完成。呢個速度都係可以同李校長喺新加坡英雄救巴嘅速度相提並論。學校喺事件曝光後，急忙為中1至中5學生舉辦應對傳媒採訪注意事項講座，教佢哋不清楚就婉拒。呢個邊度係危機處理，簡直係危機公關教科書。先將學生嘴巴封好，再嚟處理校長嘅個人行為。
試問，當校長喺國外將香港人嘅面丟盡嘅時候，學校最關心嘅居然係點樣讓學生不要亂講。這教育理念確實令人大開眼界。這件事真正令人不安嘅，唔係一個校長突然失態，而係這種失態背後反映嘅普通心態。位高者總以為自己可以凌駕規則之上，只要我出頭，只要我有道理，粗口就唔係粗口，而係男子氣概；性別歧視就唔係歧視，而係幽默風趣。更可怕嘅係，咁樣嘅人仲喺度教育下一代，每日喺學校教學生乜嘢係禮貌，乜嘢係尊重，乜嘢係公民素養，結果自己走到國外就將呢啲都當耳邊風。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第一步就係修身。李校長顯然連修口都未做到，就已經想平天下，至少喺新加坡嗰條雙黃線上平一平。結果呢，不但冇平成，仲將自己同學校、香港教育界一齊送上國際頭版。所謂師者，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。而家睇嚟，有部分師者首先要解決嘅，可能係自己內心嘅憤怒、貪心同優越感。李卓興校長而家被停職啦，調查報告仲未出嚟，但無論結果如何，呢件事已經成為經典案例。佢告訴我哋，一個教育工作者，當佢放棄對自己嘅道德要求時，佢教嘅東西就只剩低笑話，甚至係禍害。宏福苑一場持續43小時嘅5級大火，不僅燒毀咗7座31層高嘅大廈，造成嚴重死傷，更徹底燒毀咗居民對安居樂業嘅最後幻想。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嚟最嚴重嘅住宅火災之一。半年過去，宏建閣23樓住戶黃小姐接受訪問時嘅一番肺腑之言，道盡咗2020年後香港嘅無奈轉變。以前區議員會擔心冇選票，當權者驚被踢爆內幕，如今驚嘅卻係窗口嘅一張字條。恐懼嘅本質變了，權力嘅運作方式亦變了。當年冇為大維修群起抗爭嘅宏福苑居民淪為災民，如今佢哋正面臨疑似選擇，係聽之任之定係維權到底。要真正理解宏福苑今日嘅困境，必須回溯佢嘅政治背景。如果時間倒退到2019年之前，宏福苑所在嘅宏福選區一直係典型嘅藍區，歷任區議員都係建制派。根據選舉記錄，自由黨嘅黃堯子喺1994年首屆區議員選舉中當選，並順利連任至第2屆。2004年，民建聯嘅黃碧嬌擊敗尋求連任嘅黃堯子首次當選，一路做到2015年。直到佢轉戰廣福及寶湖選區，其位置由民建聯胡建文接棒，直至2019年，該區首次出現一位民主派區議員姚君豪，打破咗建制派喺此選區20多年嘅壟斷。姚君豪於2022年中辭職後，該議席懸空至2023年底區議會改制，宏福選區正式被合併撤銷。整體嚟講，2019年之前，宏福選區長期被視為建制派票倉，居民多傾向信任官方同建制安排。宏福苑法團多年嚟皆有委任不同政界人士協助屋苑管理。喺黃碧嬌接任前，該職位由民建聯成員、現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擔任。2021年，胡建文因為獲香港政府委任為局副局長職務，按規定需退出屋苑法團嘅事務。宏福苑法團隨後便正式邀請黃碧嬌接替其顧問職位。期間，黃以區議員及法團顧問雙重身份參與屋苑嘅大廈管理及大維修工程，直到2024年9月，舊法團被業主大會推翻後卸任。可以話，正因為藍營長期主導，黃碧嬌等人先能夠喺大維修投票中發揮影響力，最終導致大火。而黃碧嬌呢類建制派人士能夠上位，係嚟自大多數宏福苑居民手中嘅一票。換言之，居民一係建制派支持者，一係跟大隊嘅務實派。喺大維修事件上，街坊嘅普遍心態都係，既然大家都 OK， 咁我都 OK 啦。佢哋唔願質疑，唔想反抗，即使有勇氣質疑，亦未必有勇氣企出嚟公開反對。只有少數人有勇氣發聲，
可惜聲音太過微弱，未能形成眾志成城嘅合力。呢種跟大隊文化喺南區環境下特別明顯，居民傾向少數服從多數，服從大局，結果換嚟天價維修同安全隱患。呢個唔係個別居民嘅錯，而係長期政治生態同社區文化共同塑造嘅結果。當多數人選擇沉默或順從，少數異議者便難以撼動大局。的確有業主報東張，投訴工程報價過高，項目模糊，政府同法團置若罔聞。可惜社會關注度低，最終3.3億元工程順利通過。或許當時冇人察覺到危險將至。2025年11月26號下午，橫昌角起火，火勢迅速失控，7座大廈陷入火海。消防處出動大量人手，但火場環境惡劣，持續燃燒43小時，死傷數字觸目驚心。許多遇難者被發現時仍在單位內，顯示逃生通道與警示系統失效。火災後，社會輿論從震驚轉向憤怒。維修期間，消防系統停運，承建商物料問題、部門責任推卸等細節一一被揭露。聽證會成為追尋真相嘅平台，但過程亦被部分人批評為樣板戲。火災半年後，居民如黃小姐同蘇生嘅遭遇，折射出災後環境嘅壓抑。黃小姐直言，居民填問卷做訪問嘅意見如石沉大海。政府似乎早已定調要剷平宏福苑，改建公園。早前有街坊以踢波比喻聽證會，而6月30號係第一個期限收購業權。相信大家心裏面清楚，6月30號波都唔使踢㗎啦，好明顯都係拖到回收業權之後，問題就解決咗啦。喺大火中痛失爸爸媽媽嘅蘇生表示，大火後半年真係好痛苦，好辛苦。這段時間要處理許多未曾試過要處理嘅事，期間自己咁傷心、憤怒、無奈。佢質疑點解要夾硬收咗我哋嘅業權？咁係咪淨係得收業權呢個方案呢？惠民冇嘅，民責冇嘅，惠民都冇嘅，咁係咪一個政府應該做嘅嘢呢？相信北韓都唔係咁啦。蘇生形容自己嘅心情一片空白，如果連貼一句感謝中央都唔得嘅時候，我唔知講咩好。佢批評驗樓報告就鎖喺夾萬度，唔俾我哋知，咁究竟係咩原因？其實真係好犀利㗎，我覺得佢哋做到咁極致。今次上樓，蘇生想將原址重建嘅訴求貼在窗外，竟收到勿影響街坊嘅訊息，最終只能貼在室內。佢表示無奈後哽咽不語，這種壓制唔係孤立事件，而係嚟自當局系統性嘅打壓。居民嘅集體記憶與情感訴求被簡化為影響他人嘅麻煩。政府計劃以68億元收購7座受災樓宇業權，提供樓換樓或現金補償，但原址重建不納入方案。收購完成後，樓宇將清拆改建公園。即使好多居民透過唔同渠道強烈呼籲原址重建，政府亦唔會考慮。一位網民分析得十分透徹，佢一針見血地指出，賣業權遠不止賣樓咁簡單，佢同時賣走咗火險賠償、災民身份、知情權、話語權，以及向政府追究同提出訴訟嘅權利。一旦簽名，就等於同意安排。日後官方可概括宣稱災民已獲妥善安置，政府成為唯一業主後，自然寬宏大量，失職問題容易被淡化。呢種安排存在明顯爭議。居民失去對物業嘅控制權，等同放棄集體談判籌碼。部分居民反映，收購價對高層或以補地價業主而言，仍屬蝕本，喺區內難以置換同等單位。問題嚟啦，宏福苑居民如今正面臨二次選擇，係聽之任之，定係聯合起嚟維權到底？歷史再次重演，但反抗對象已從早前嘅立案法團、黃碧嬌等，轉變為政府自身。面對政府罔顧民意、動用善款強行推動收購業權嘅局面，居民必須抉擇，係繼續以往跟大隊嘅習慣，接受官方安排，定係打破沉默，團結發聲，爭取原址重建同其他合理權益。正如頭先網民所言，政府成為唯一業主後，問責機制將更難啟動，所有失職均可被原諒。相反，若選擇維權到底，
居民需要克服以往少數聲音微弱嘅困境，必須凝聚過去未曾有過嘅團結。不同政治立場、不同年齡層嘅居民都要透過所有渠道發聲。168條人命、幾百個家庭嘅創傷，唔應該就咁被快速解決。發聲係為自己、為逝者、為下一代討一個合理交代。發聲需要勇氣。日前聯署要求原址重建、要求召開業主大會嘅江長發被捕，獲准保釋後，佢明言不會再喺宏福苑問題上發聲，可見佢收到警方警告，再發聲就告你以災亂港。但層樓明明屬於每一位業主，業主有權決定如何處理自己嘅物業，何況導致火災嘅原因政府有份，民建聯亦有份，點解一味靠害嘅人唔使承擔後果，連一句道歉都冇，而受害者卻變成待宰羔羊？貼一張原址重建嘅訴求都收到警告。喺呢種白色恐怖之下，係接受命運定挑戰命運？呢個選擇係對宏福苑每一位居民嘅考驗，亦係對所有香港人嘅考驗。喺當前政治與社會氛圍下，如果連受災最深嘅基層居民都選擇沉默，咁下一個災難，無論係舊樓維修隱患、消防安全漏洞，定係其他公共政策失誤，可能已在路上。當沉默成為主流心態，制度錯誤便難以被及時糾正，最終受害嘅就係星斗市民。因此要勇敢企出嚟，不再做被動嘅災民，為自己家園發聲，為遇難親人發聲，講出事實，講出真相。另一邊廂，香港市民都熱心參與，多啲關注，多啲討論，相信事件或許有轉機。夏維爾對希望有過一段極為經典嘅詮釋，希望並非確信某件事會有好結果，而係確信這件事係有意義的，不論結果如何。換言之，唔係因為有希望先去做，而係因為做咗先有希望。好啦，今日嘅香港頭條就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，大家可以 like、share 多啲留言，或者撳下個 Super Thanks 幫我哋一齊撐落去。我哋聽日見。